政府伫2016年开始实施一礼拜休困2天哦，同时有7天的固定假日防取消放假。今仔早起，立法院开公听会，劳工团体是指出讲，台湾劳工的总工作时间，伫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的国家是上悬的。伊呼吁政府应该把这7天的假哦，幸福劳工。也毋过，内政部是表示讲，社会着爱先有共识，才过来讨论。 立法院伫拜三召开公听会，讨论是毋是爱增加固定假日。就劳工团体指出，当初伫2016年实施一礼拜休2天的时，政府将蒋介石生辰、国父生辰兴宪纪念日计共7天的固定假日汰掉，只是纪念无休假。劳工朋友并无反对，不过因嘛认为应该爱讨论新的纪念日，定做固定假日，幸福劳工这7天的假来降低台湾劳工一年的总工时。阮的方向目标是希望使 增加固定假日减少咱劳工的工时，看要安怎来增加假日这大家拢会使来做一个讨论。希望政府这边会当甲收出来，害阮7天的假。你甲看，韩国甲日本，即卖假佫比咱较多。 劳工团体表示，台湾目前敢若12天的固定假日，不过日本、韩国拢有15天，台湾是明显较少的。而且以总工时来看，台湾劳工的工时是所有 OECD 国家当中上悬的。为着要保障劳工的权益，学者建议政府应该爱增加固定假日，让台湾的劳工有合理的休困时间。我们的特别休假加上这个国定假日的天数，在世界各国来说是敬陪末座，我们只有19天。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考量之下， 我会比较倾向支持国定假日天数，应该在各方评估之后可以有合理的增加。劳工团体嘛表示，虽然台湾目前有12天的固定假日，不过亲像5一劳动节只有劳工通放假，老师、消防人员这公务员拢无。伫公听会顶悬有学者、劳工团体拢支持5一劳动节，所有劳动者拢应该斗阵来放假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